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李易老師。咁最近呢，嚴明熙就同 TVB 就完咗約，咁正式復出，回復翻呢個嘅自由身。咁之前呢，大家都喺度議論紛紛啦。咁到底佢解凍咗之後呢，咁到底會加入邊一間公司呢？咁事實呢，原來呢，佢自組公司做老闆，而個公司名呢，就係叫延後工作室。先撇除呢一個公司名呢，覺得好唔好？20歲嘅嚴明熙啦，由一位歌手轉型為 CEO， 咁地位提升咗，位置唔同咗，咁處理相同嘅問題啦，咁思考方式同埋角度呢就會唔同嘅。咁到底八字裏邊呢，嚴明熙未來做老闆嘅路啦，係咪一帆風順呢？咁今次呢一個視頻呢，我哋就一齊去探討一下啦。如果中意我影片上面所講嘅內容，記住俾個 like、share 同埋撳埋旁邊嘅鐘仔，仲有 follow 埋我嘅 Instagram， 咁你就唔會錯失頻道上面最精彩影片同埋八字教學內容啦。好，咁我哋就開始啦。咁根據維基百科嘅資料啦，咁嚴明熙嘅出生日期所起出嚟嘅八字盤係乙酉年、庚辰月、癸亥日，時辰係唔知嘅。而家行緊嘅係壬午大運、乙巳流年。同樣，我哋嚟分析下原局先。咁原局啦，一眼望落去嘅話，係咪有啲顏色好似缺少咗咁啊？單論三柱嘅話呢，係咪唔見咗紅色啊？冇錯，火嘅元素啦喺八字裏邊呢係唔夠嘅，而火呢一個元素啦喺八字嘅十神系統裏邊呢係代表住財星。因為我克者為財，咁日元呢，水克火就係財啦，咁係代表住金錢啦，同埋一個人嘅能力。原局冇財呢，係咪代表住一個人冇錢又或者冇能力呢？咁答案呢，就當然唔係啦，因為八字裏邊呢，仲有一條柱叫做大運。我哋先睇清楚大運裏邊呢，有冇睇到財星先。咁佢係咧9歲起運嘅，即係9歲啦、19歲、29歲，每10年呢就會轉入一個新嘅大運。咁頭兩個大運啦，正正就係有火嘅元素出現，辛巳同埋壬午大運。財星呢係存在嘅，亦都代表住佢嘅能力方面呢係有嘅，而且係好強嘅添。壬午大運係佢由2024年開始咧轉入去嘅，而佢啱啱踏入壬午大運就遇上咗呢一個嘅甲辰流年。2年前左右啦，即係2023年，我曾經拍過一段片啦，亦都有論及過2024年嘅會因為一啲嘅人事同埋自己嘅位置而感覺得到一啲嘅壓力。咁我喺呢度就當一個重溫啦，咁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係點樣睇出嚟。咁先嚟睇睇太歲甲辰先。天干係食傷星，地支係官殺星，代表住工作上嘅名譽同埋地位。然後就將太歲放入去原局每一個地支裏邊。辰同午係冇關係，辰同酉有六合嘅關係。辰同申有刑嘅關係，辰同亥係冇關係。過去2024年啦，嚴明熙嘅運勢呢，重點係在於申申刑呢一個位置，就好似剛才係有提及到嘅，申係官殺星，代表住權力、地位同埋名聲嘅嘢。咁當出現受損嘅情況啦，問題就會浮現。所以2024年同 TVB 喺續約嘅問題上面啦，未能夠達成一個嘅共識，可能因為係呢一個原因呢，所以被雪藏嘅。去到2025年乙巳流年，我哋再分析太歲同原局之間嘅關係。乙巳年十神係分別係食傷星同埋財星，之後就將太歲放入去原局每一個地支裏邊。巳同午有半合嘅關係，巳同酉有半合嘅關係，巳同申係冇關係，巳同亥有沖嘅關係。流年巳太歲對原局啦係冇任何嘅刑害嘅關係，而且咧對應局裏邊嘅地支拱咗個未土同埋丑土兩個新嘅地支出嚟。如果我哋細心去分析一下全個局嘅所有用神地支，
巳同埋午係財星，因為日元係水，水克火為財。現實世界係代表住金錢同埋能力。丑同未係官殺星，現實世界係代表住權力、地位同埋名譽。呢一年呢，財星同埋官殺星都係當旺嘅一年。巳同埋亥其實都有沖嘅關係嘅，亦都代表住原有嘅位置呢係有所改變，所以工作上呢係會比較上順心，同埋呢都會有所改變嘅，有一個新嘅位置俾佢。佢最終嘅決定呢係自組公司做老闆。咁始終呢，嚴明熙都係啱啱完咗約，咁相信啦都需要俾多啲時間佢啦。咁啊，重回幕前，咁令到人氣呢慢慢咁樣回升翻。咁其實2024年呢，有網友都私信過嘅，問嚴明熙呢之後到底會係點？咁當然啦，我都有出片去回應咗嘅。咁當時咧係2024年9月27號，相隔一年，喺八字上面嘅角度去睇啦，2025年係會解凍嘅。咁工作崗位有改變嘛，而且人氣都會慢慢咁樣回升。咁當然啦，咁我都承認呢一個論述呢，其實係有啲常理嘅成分嘅。咁完咗約就一定解凍啦，但係重點唔係單單睇解唔解凍，而係解凍之後嘅運勢到底係好啊定係壞？咁總結以上嘅分析內容啦，2025年整體嘅運勢呢都係正面嘅。好，咁2025年啦，嚴明熙解封之後啦，選擇係去做老闆。咁到底呢一個嘅選擇咧係好啊定係壞呢？咁做老闆做生意，咁身份同埋角度咧就完全唔同嘅。喺八字上面呢，有啲地方係需要留意嘅。咁我哋就一齊嚟睇一睇。嚴明熙係癸水日元，配將係雨露嘅水，天干旁邊呢係有庚金同埋乙木。庚金嘅十神呢係印星，配將係一把嘅斧頭嚟嘅。壬水嘅十神呢係比劫星，配將係河流嘅水。咁喺過去 YouTube 嘅影片裏邊呢，我都有講過庚金見壬水呢為之泄秀，係一對非常之好嘅八字組合。而庚金喺現實世界嘅層面呢係公司，壬水係合作嘅夥伴。如果整合所有嘅天干一齊去睇嘅話呢，就係合作嘅夥伴，令到嚴明熙嘅公司呢閃閃發光，而唔係嚴明熙本人可以處理到嘅。再加上癸水係靜止嘅水，壬水係動嘅水，即係由壬水去帶動方向嘅。所以喺呢10年嘅大運裏邊啦，做老闆要獲得較好嘅成果呢，重點唔係請幾多個員工，公司有幾大，而係呢一個壬水嘅人物啦，為佢公司帶嚟幾多嘅機遇。而壬大運呢係行10年噶嘛，2024年甲辰年呢就已經行完，2025年呢又差唔多完噶啦。咁接住落嚟啦，呢個大運餘下有8個嘅流年。2026去到2033年，咁我哋就嚟睇睇2026明年到底會係點嘅先。2026年丙午年，同樣將流年太歲咧放入去原局每一個地支裏邊。午同午係有刑嘅關係，午同酉係冇關係，午同辰係冇關係，午同亥有暗合嘅關係。我哋重點呢係要睇一睇個問題位置喺邊度出現先，就係午字形嘅位置啦。午火係財星，代表住處理問題嘅能力同埋金錢啊嘛。八字運勢嘅高低起伏呢，論嘅方式呢都係一樣嘅。但係當嚴明熙呢自己成為咗老闆之後啦，咁層次同埋層面呢係會有啲唔同嘅。咁如果講到2026年丙午年啦，因為午刑嘅問題，嚴明熙同合作夥伴之間啦，
金錢賺錢嘅路向呢，可能會有一個嘅分歧，需要佢去做一啲較難嘅抉擇或者決定。咁之前呢，提及過任水嘅嗰位人物啦，當出現咗之後啦，未來一年2026年呢，磨合上係需要花多一啲嘅心機嘅。咁歌手同埋老闆嘅分別呢，係在於歌手可以較為專注喺音樂上面。所以選擇做老闆呢個決定呢，我個人嚟講呢係較為有一啲保留嘅，因為單睇三柱呢，財星喺個運度，唔喺個原局裏邊，重點係落咗喺個時辰嗰度。如果時辰冇火嘅話呢，就會同我之前嘅論述一樣啦。咁喺呢8年啦，喺論八字嘅角度同埋個人運勢上面呢，一定要好好咁樣把握。咁我都希望佢做成功，能夠實現自己嘅夢想啦，唱多啲好歌俾大家聽下啦。今次呢個視頻去到呢一度，如果中意今集所講嘅內容，記住俾個 like 同埋分享出去。如果想更有系統咁樣學習同埋拆解八字嘅話呢，歡迎瀏覽以下嘅網站，獲得最新嘅開課詳情。今次就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